双方协商的气氛良好，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，对于部分的议题已经有初步的共识，双方并确认了协商的会议记录。那么我们看起来已经有相当的一个进展。那么双方对于27位遭公司暂时列旷职的空服员，已经按照我们劳动部的建议，那么暂时以空白班来取代旷职，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。至于公司5月8号公告停用员工优待机票的这个争议，双方也同意要用渐进式的恢复方式来进行协商。目前今天针对这个不求后算账的细节部分，我们有稍微做了一些稍微有共识的一些发展。那根据0508公告的部分，我这边想要稍微做个补充。这份公告本身它的内文是，如果说本次罢工行动造成的亏损，那长荣航空将在3年内不给予参与罢工的空服员调薪，还有年终奖金以及优待机票的使用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公司针对调薪跟年终部分，他们是说，若是未来罢工并没有造成亏损的话，他们是可以不要做影响，那一样是会统一去发放。但是优待机票部分的话，它是坚持参与罢工的空服员会员们，他们都不能使用。这一点我们在会议中多次向长荣航空的资方代表这边做出抗议，因为这样其实就是严重的打压工会行动的行为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公司一直坚称他们这个是鼓励出勤的方案，而不是打压惩罚工会会员参与罢工行动。那这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提出了像刚才秘书所说的，我们愿意，如果说公司坚持这个事件必须要惩罚一些人的话，我们的工会干部，我们也愿意在裁决出来之前停用我们的机票，但是其他的会员们应该要跟其他集团内的内勤跟地勤他们一样，同时间的恢复他们的用票资格才对。这部分我们是很深沉的提出这个建议，向长荣航空建议他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取代。那这边的话，资方今天给我们的回应也是拒绝的。那未来的话，我们还没有确定下一次的协商的日期，只会另外再做公布。谢谢。那么最后呢，大家有在进行一些比较细部的讨论。那我们公司有提出来说，那是不是日后我们用渐进式的方式来进行讨论？那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建议。那工会呢也有接受。那虽然今天并没有谈成任何的团体协商的条约，但是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尽快的来跟工会再有机会来协商，也希望工会能够尽快的把3宝还给组员，让组员能够回来上班执勤。